两姊妹下集。山落，老女叔叔又搁走毋着边，左囡仔就搁一遍为因兜迄边走去。毋过，就伫伊拄走到烘香窑遐时，就听到迄个恐怖的老女叔叔又搁为伊脚只后飞过来。所摆，伊就喙真崩，走去烘香窑边仔，大声喊讲：“烘香窑！烘香窑啊！甲我藏好好，互迄个女叔叔找我无，我若去互找着，伊就会藏我的骨，搁甲我待伫花园仔的石头下底活。”烘香窑就应讲：“真歹势，我遮恐惊无所在通互你觅，即马有另外一批香当伫烘，毋过做香师傅伫遐，你去甲问。”伊就去问做香师傅，师傅应讲：“当然嘛无问题，你甲我的顶一批香揪起来，互因无臭火焦。所摆你紧甲走入去做香间内底，你伫遐会真安全。我会甲你斗处理迄个女叔叔。”左囡仔就密入去做香间，若慢一脚步就袂赴，因为老女叔叔即马人已经伫遐，气噗噗喊讲：“查甫人，查甫人，你敢有看到我迄个剪糖的细汉查某囡仔？尻川花摇咧摇咧，搁歹一骹大地。伊偷摕我的钱，搁一遍拢总摕。”做香师傅就甲因讲：“看烘香窑内底有无？伊有可能秘伫迄。”女叔叔就为扫帚顶跳落来，探头去上烘香窑内，毋过拢无看到人。爬入去看上内底的角角。做香师傅奸鬼，安尼甲讲，女叔叔就爬入去，刷落，嘣！伊甲门当迄个女叔叔的面关起来。女叔叔就安尼伫内底烘，等到伊和香做伙出窑的时，规身躯烘烘甲变甲白色，搁酥酥脆脆。伊就爱用上紧的速度拼转去厝，甲规身躯拢膏亮亮的药膏，才会使入。咱即个好心搁爱共斗相共的查某囡仔，就安尼和伊迄袋钱做伙安全转到厝。到遮来，即个歹性地的姐啊，真怨妒伊有即款好运，决心讲家己嘛要摕到一袋金仔，所摆就换伊去款一个包袱仔，嘛照因小妹行的迄条路去找头路。毋过，伫伊行来到烘香窑的时，遐个香拜托伊甲因摕出来，因为因已经烘烘7冬，差不多就要臭焦去啊！伊甩头嗨嗨咧讲：“上好是安尼啦，袂输我都会为着要救恁的香皮，去烫着我家己的指头仔咧。真多谢呢，我才无爱。”伊讲煞，就搁行落去，一直行到伊拄着迄只徛伫脚桶边等人甲落冷的牛仔。毋过牛仔讲：“姑娘啊，姑娘啊，甲我斗落冷，拜托咧，甲我斗落冷。我等人来甲我落冷，已经等7冬啊。”伊就干那笑笑应讲：“
你搁等7天嘛无我的代志，我都毋是你的律令工啊个。伊讲煞，就搁行落去，一直到迄丛苹果树头前，迄果子生甲伤济，互树仔强要记载袂牢。毋过，当当树仔甲拜托讲，着爱甲伊的树尾摇摇咧时，伊就干那记国笑，搁挽一粒9分的苹果。因讲：我一粒都有够啊！剩的你家己留咧。伊就沿路苹果步甲哭哭叫，行去到鲁叔叔的厝。即阵，随梦讲老鲁叔叔已经无像拄位烘芳摇出来的时安尼，烘甲变甲美色，阁酥酥脆脆。毋过，伊要是对所有的细汉女仆拢真火大，嘛下决心讲绝对袂阁互即个骗去。所摆有一段介长的时间，老鲁叔叔拢无离开过厝。毋则即个歹性地的阿姐，根本就无法度照伊本底设想的安尼，探头去看烟筒内，无法意，伊嘛干那会当拼命穿营野，拼厝内撸物件、扫涂骹，日头到伊强要忝死。毋过有一天，伫鲁叔叔去花园抬骨头的时，伊就趁即个势，探头去看烟筒内，果然，就有一块金仔落伫伊大腿呢。所摆，伊随就甲迄块金仔摕咧，做伊选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去到苹果树遐的时，伊听到鲁叔叔已经伫伊脚只后。伊就学因小妹安尼话讲：苹果树，苹果树，甲我藏好好，互迄个老鲁叔叔找我无？我若去互找着，伊就会断我的骨，啊无，就是甲我带伫花园仔的石头下底屈。毋过苹果树应讲：无位啊啦，我遮伤济苹果啊。所摆。伊就干那会当继续冲，迄个鲁叔叔飞到地的时，话讲：我的树啊，我的树啊喂！你敢有看到一个尖头的细汉祖干啊？尻川花摇咧摇咧，搁歹一脚大地，伊偷摕我的钱，搁一遍拢总摕。苹果树应讲：有呢。亲爱的阿婆，伊走往迄边去啊！刷落，鲁叔叔就对伫伊后壁，甲掠起来，甲伊拍甲青笑青笑，搁甲迄块钱摕转来，了后就险伊转厝。遐的穿营野、扫涂骹、撸物件、拼厝内的工钱。伊连一角银都无纳伊，